下一屆是否留任，我諗言之過早啦。我自己個人咧，本來都有一啲嘅諗法嘅。咁但係因為前日下晝咧，阿梁先生嘅決定咧就比較突然啦。我而家都消化緊呢方面嘅消息。咁對我本來嘅諗法咧係有一定嘅改變都唔定嘅。咁就我會喺3月26號正式選出咗下一任嘅行政長官之後咧，我會睇下該位嘅行政長官佢嘅施政嘅理念啊、原則啊、施政嘅方向啊，以至到佢施政嘅風格或者係施政嘅手段啊，嚟到去再決定我嘅去留。我估咧就喺未來呢段日子咧，係陸續會有不同嘅有志之士咧，係會宣布有興趣參選下一任嘅行政長官㗎啦。咁所以咧喺好多候選人仲未出現嘅時候咧，我相信都大家都無需要過早去評論嘅，因為正式嘅提名都係出年2月14號先開始嘅。咁尤其是係我係負責安排呢個選舉啦，咁所以我對任何候選人係唔應該評論嘅。如果唔係就好似唔公道啊咁樣。